廣東增城今日仍然有大批嘅公安同埋武警進駐大墩村同埋附近嘅地區。有村民話，鎮裏邊嘅治安隊經常都濫收保護費，係激起呢一次民憤嘅主要原因。龍慧如去大墩村了解過。大墩村隔離嘅九裕村戒備森嚴，四周圍都有大批嘅公安、特警同埋武警駐守。幾架載滿公安嘅大旅遊巴同埋公安車駛向大墩村，沿途亦都見到騷亂嘅痕跡。政府建築物嘅玻璃被打碎，亦都有鐵欄被推倒。馬路上面亦有10幾處被熏黑。有目擊者話，最少7架公安車被燒毀。大墩村村口亦都有大量嘅公安把守。有村民話見到擺檔嘅孕婦被打。他得去收那個治安費嘛，人家不給他嗎？還有他在搶嗎？搶人家不給，在打人家嗎？往死裏打這樣子嗎？佢又話治安隊仲鼓勵旁觀者一齊打人，話每打死1個人就可以有50萬嘅獎金。有市民話啦，治安隊嘅隊員經常都會向一啲擺地攤嘅人收取保護費，要佢哋每日都俾30蚊人民幣，如果唔係就會充公佢哋嘅貨物。村民亦都投訴治安隊無理要求電單車同埋電動自行車司機交牌費，先至可以出入該村鎮。有牌無牌都拉的，只要你是燒汽油的，一定要辦他大墩牌，是一個土皇帝來的。現在他收費是怎麼樣呢？有熟人啦，就是50塊，沒熟人就是1000塊，不給就抓你的車咯。而家村民都希望政府能夠正視治安隊嘅行為，同時如實交代傷者嘅情況。無線電視記者龍